看到有袂少的鸟仔伫咧青红顶来作秀。台南后甲国中的学生团队设计着机械手骨，会当兼顾着人员的安全，甲保护鸟仔来耍秀。伫咧全国科技教育的创意比赛，摕到银牌。 台南市东区后甲国中林武桥、陈义力以及复兴国中的林彦婷等学生组成连队参加全国科技教育创意的实作的竞赛，以台湾各地时常看到的交通号志、灯塔内鸟仔作秀问题为出发点，设计出结合电控系统，会当兼顾人员的安全，甲保护鸟仔耍秀的工具，并且以稳定的操作表现得到评审的肯定。能够安全的，而且又有效的来做交通号志灯罩内鸟巢的移除，以解决现在的交通的问题，更能确保交通安全。耍鸟仔秀，大部分会伫半暝派人坐工程车，用手机体食，有可能造成人员和鸟母攻击、拨落来，也是颠倒等等伤害，也是讲鸟仔秀有可能会落落来涂骹。所以讲，或者学生有创作灵感，人员徛伫路面操作遥控器，就会当将鸟仔秀摕落来。 和评审真学老摕到银牌。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